喂，大家好啊！歡迎嚟到學無前後啊！我係學無前後嘅主持人星吹啊！哇，今日好高興啊！請到好多嘉賓啊！佢哋係香港模型隊同埋 IPMS 香港嘅成員啊！咁咧今日嘅訪問咧係啲咩呢？咁啊由左邊開始介紹下你哋係邊位呢？ Hi， 我叫阿 Kit， 我係香港模型隊其中一個成員。Hello， 我係 Rex Lee， 香港模型隊嘅主席。Hello， 你好，我係 Johnny， 我係 IPMS Hong Kong 嘅成員。Hello， 你好，我係 Paulo，IPMS Hong Kong 嘅會長。哇！咁啊，今日咁多嘉賓嚟到，究竟係為咗啲咩呢？咁係原因係因為9月份有個香港模型界嘅盛事啊，就係香港國際模型大賽2026嘅盛事啊！哇！咁咧，香港模型隊同埋 IPMS 香港都係呢個大賽協辦喎。咁啊，而家問第一條問題啦。咁啊，請問介紹啦。香港模型隊同埋 IPMS 香港，麻煩你哋介紹下呢兩個組織係啲咩嚟？咁不如我講先啦。咁我哋香港模型隊咧，其實就係04年7月先成立嘅。咁基本上咧，我哋只不過係一班志同道合嘅模型友啦。咁啊，成班都係好中意一齊砌模型，好中意一齊玩比賽嘅人。咁所以咧，我哋通常咧都會係一齊可能聯合埋一齊，咁就一齊組團去唔同嘅國家度參加比賽啦。咁之前我哋都去過台灣啊、泰國啊、馬來西亞，甚至最遠去到匈牙利嘅唔同嘅地方，都參加過各地嘅大賽，亦都攞過唔少嘅獎嘅。咁所以咧，希望我哋呢個咁團結嘅精神咧，可以喺香港國際模型大賽嗰度繼續發揮，咁樣就令到大家更多模型嘅朋友可以分享到砌模型嘅樂趣。咁我哋 IPMS Hong Kong 咧就係一個以塑膠模型，即係 injection models 嘅愛好者咧而設嘅一個國際組織嚟嘅。咁呢個我哋已經喺香港係其中佢哋嘅一部分咯。咁我哋嘅志在就係推廣模型活動同埋製作嘅分享嘅，咁為目的嘅。咁希望吸引更加多人中意玩模型，同埋去試下呢一個嘅嗜好。咁亦都會唔定期咁樣，我哋會去舉辦一啲嘅展覽會啦，或者係比賽啦，或者係一啲嘅分享會，我哋都會做呢啲。甚至乎而家有陣時，我哋都會同埋一啲模友一齊會出去海外度睇下人哋嘅比賽，或者係一齊參加下其他嘅比賽，同其他嘅外國嘅模型友交流都有嘅。哦，咁以我所知啊，嗱，而家嚟到問題啊，以我所知，你哋今屆咧喺日本巨匠級嘉賓到場請到佢哋做評判喎，咁可唔可以介紹係請到邊一位巨匠級嘅嘉賓呢？好，咁我介紹下啦。今年咧我哋就請咗阿環山雲老師嚟咗香港做呢個評審嘅。咁啊，環山雲咧就如果係喺砌呢個科幻模型嘅話咧，應該大家都好熟悉㗎啦。佢就係一個 topics 叫做 Mark K 嘅始創人嘅。咁而 Mark K 呢個 topics 咧，其實喺80年代已經開始咧就有出現咗㗎啦。咁佢阿環山雲老師佢呢個 topics 咧係主要係融合咗軍事同埋科幻嘅元素而設計一啲機械人啊，或者係啲機體嘅飛船啊，或者嗰類嘅嘢咧，就係比較科幻得嚟，而係好有實在嘅軍事感咁樣啦。咁啊，我哋都非常之榮幸能夠請到阿環山雲老師嚟到今次個比賽嗰度咧，係擔任我哋個嘉賓評判嘅嚇。咁今次嘅模型比賽咧，就特別開咗一個咧，就係一啲嘅 Mark K 組嘅。咁有興趣嘅朋友可以砌呢個 Mark K 嘅模型嘅題材咧，嚟參加比賽嘅。哦，好犀利啊！有咁強勁嘅老師啊！咁咧，除咗 Mark K 組之外，今年比賽仲有咩特別嘅組別咁咧？咁今年嘅組別咧，咁我哋今年其實有9個大嘅組別，咁而9個大嘅組別會再細分一啲十即係細組嘅。咁嗰9個大嘅組別分別就係科幻組啦，跟住軍事、船艦、飛機、人像、民用、
跟住仲有就係情景組啦。而今年我哋特別就再加開咗一個特別嘅組別咧，就叫做創作組啦。最後就係學生組嘅。咁至於再細分嘅組別咧，咁我就唔再喺度慢慢數啊，因為實在都好多。咁大家有興趣可以睇翻我哋嗰個報名表或者報名嗰啲 link 就會有㗎啦。哦，咁啊，今年新增呢3個組別係有咩特別之處咁啊？咁今年咧有3個組別，第一個咧就係 Mark K 組啦。咁中意 Mark K 嘅模型咧，仲可以親身見下黃生文，因為佢今次係做評判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叫創意組啦，純粹用故事用模型去表達故事嘅，咁令到大家可以設計一啲人哋未睇過嘅嘢啦，或者你心目中所想嘅畫面啦。咁第3個組別咧就係手雕原型組啦，咁佢可以用你自己嘅創意去做一啲唔同嘅模型啦，咁喜歡自己創作嘅人可以去參加啦。咁大家記得最後一樣嘢咧就係香港模型大賽，我今次係希望可以用多啲元素加入呢3個組別，令到大家玩得更開心，更添火花。好啦，咁啊講起比賽啊，當然有佢嘅賽制啦，呢個亦都係好緊要嘅一樣嘢啦。咁請問今年嘅賽制方面呢，有咩重點可以同大家介紹一下？好，咁我哋今年香港國際模型大賽嘅賽制呢，其實就係沿用好多大部分歐洲嘅比賽嘅賽制嘅，咁所以呢，就同我哋平時正常用開嘅比賽賽制好唔同，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下啦。咁我哋今年嘅賽制呢，就會係分3個部分嘅。咁第一部分呢，就海選，咁所有嘅作品擺晒出嚟喺台面啦。咁啲評審呢，就每個評審就會有一堆貼紙嘅，咁佢哋呢，就會將啲貼紙貼喺佢哋自己中意嘅作品嗰度。咁貼完晒之後啦，咁成個 session 完咗呢，我哋就會數貼紙啦。咁多貼紙嗰幾件作品呢，就可以攞出嚟。但每一個組別都唔同嘅，因為都要 depends on 佢哋嗰個參賽嘅數量嘅。咁所以呢，就每一組都唔同嘅個數量，入圍嘅數量。咁而最多貼紙咧就會入圍啦。嗱，咁第2部分呢，就進入咗評分啦。咁評分嘅時候呢，每一件作品呢，都會有一張獨立嘅分紙俾每一位評審嘅。咁啲評審咧就會喺評分紙上邊咧，就住每一個項目去對每一件作品俾分啦。例如佢嘅製作啊、上色同埋故事性啊，佢 overall 嘅 performance 係點樣啊，咁就會俾一個總分出嚟。咁我哋加完晒之後咧，每件作品就會有一個分數啦。咁嗱，呢個大家最特別嘅地方，呢個賽制就係咧，你只要達到一個分數咧，你就會攞到嗰個分數嘅獎牌㗎啦。舉個例，如果你90分以上係金牌嘅話咧，如果有4件作品係有90、91、92、93咁樣咧，咁呢4件作品都可以攞金牌嘅。咁但係呢個賽制咧有個特別嘅地方，就係佢每一個人只可以攞1個獎牌。譬如有人參加高達組啦，咁個星大師咁樣，咁佢可能3件作品都攞金牌嘅，或者一個金、一個銀、一個銅咁樣啦。咁其實佢只會攞到最高嗰個啫，就即係只係得一個金牌嘅啫。咁而呢個賽制好啦，咁當每一個組別贏晒之後，即係揾出咗一個最高分嗰個人之後咧，咁我哋就進入第3部分，就係投票選呢個 BOS 啦，即係 Best of Show 全場總冠軍。咁呢全場總冠軍咧就會由我哋所有幾十位評審投票，咁就會投出一個人就係攞全場總冠軍嘅，咁所以嗰個榮耀係最高嘅。好嗱，咁呢個賽制其實佢同我哋傳統嗰個有咩最特別嘅地方係分別係最大係咩呢？就係呢個比賽其實鼓勵我哋同自己比賽嘅，同自己比分，即係話咧，我今次可能攞70分，希望下次可以攞75分，亦都唔會有一個情形就係話有一個勁人參加咗，咁佢攞咗個冠軍啦，佢贏硬㗎啦，其他人就唔使玩㗎啦，咁絕對唔會有呢個 case， 其他人都有獎攞嘅，就係咁。真係好啊！呢個制度好啊！咁啊，好犀利喎 West 你咁漫長嘅賽制，你竟然係好流利咁樣講得出嚟啊！真係點解啊？因為我做咗咁多次評審同參加咁多次比賽，都係用呢個賽制。所以大家應該有信心啊！對呢個評判係好經驗老道啊！咁啊引申去下一條問題啦。咁啊賽制我已經知道咗啦。咁啊，但係我想參加方式係點樣去做㗎？咁參加咧就比較就好簡單嘅啫。
可以去指定有幾個嘅模型鋪呢，咁喺嗰度就已經可以攞到嗰個表格去填㗎啦。咁或者呢，你哋又可以直頭呢上網揾翻香港國際模型比賽2026嘅網頁，係 Facebook 網頁啦，就裏頭有拎嘅，你可以撳翻落去有 Google Form， 可以喺嗰個 Google Form 嗰度填嘅。咁填好呢，就跟住嗰度會有啲條文，咁你睇翻係點樣去交錢啦。咁嘅記得各位呢就可以喺上網填定方，因為嗰日呢就不可以就即場報名，除非你係海外人士啦。咁記住啦，你哋就真係要早啲上網報咗名先，咁記得踴躍去參加啦。我聽講今年加入咗一個傳媒嘅專場喎，點解有咁嘅安排？可唔可以介紹一下？係就係傳媒嗰方面啦。咁今年咧就新咗一個叫傳媒專場嘅，主要係俾啲傳媒咧可以入到我哋個比賽會場咧，就好舒服咁樣咧就進行佢拍攝嘅。點解會有咁嘅安排咧？就因為咧我哋喺舊年嗰陣時候咧，就係見到個活動人數就真係真係好多人嘅。咁喺即係啲傳媒朋友嚟到我哋個會場影相嘅話咧，因為太多人啦，咁喺人群嗰度穿插嗰度影嘅話就唔咁方便。咁我哋今次就係特登就係話喺星期六朝頭早加節時間，就係安排俾傳媒可以早啲入場咧，就係去拍攝佢哋要拍嘅嘢㗎。當然啦，嗰陣時佢哋拍到嘅嘢嘅話咧，因為人數唔係咁多啦，會場又咁多人啦，咁佢變咗佢哋拍攝嘅工作就會進行得比較舒服啲嘅，同埋就暢順啲嘅。咁所有傳媒如果係想入嚟我哋個會場嗰度進行即係拍攝嘅話咧，其實我哋今次都有個要求嘅，就係傳媒嗰方面咧，就係一定要有1000個 follower。咁亦都可以透過我哋嘅官方嘅 Facebook 同 IG 個專頁嗰度就申請嘅。咁我哋嘅詳細情況嘅話，到時會喺我哋個官方嘅Facebook IG 嘅專頁咧就會公佈㗎啦。係啦，咁亦都真係首先講聲唔好意思先，因為咧點解我哋會有個咁嘅限制咧？因為我哋就怕即係如果有個咁嘅專場咧，咁其實所有人都申請得嘅話咧，咁結果變咗咧就好似普通場咁樣，就一樣係逼到爆。咁結果即係傳媒又仍然都係拍唔到嘢，所以我哋迫不得已都要 set 一個少少嘅限制喺度，就係1000個以上，1000個 follower 以上嘅，咁我哋就可以申請咁樣咯。今年預算有幾多參賽作品啊？評審團方面又作出啲咩安排呢？咁 based on 舊年，其實舊年我哋都已經有600幾件嘅作品參加啦。咁所以如果今年我哋預計會再加多3個組別，特別係黃山文老師主審嘅 MAK 組別啦，相信可能都有好多內地或者其他國家嘅朋友會過嚟參加。係啦，梗係啦。咁所以可能我哋預計都起碼都有700至800件作品嘅。咁評審方面其實同舊年都應該唔會相差太遠啦，都點都會有60-70位嘅評審，國際評審會過嚟幫手一齊，即係進行我哋做一個最公平公正嘅比賽。哇！即係公平公正公開啊，即係好重要啦。咁有賽制啦，有參加方式啦，咁當然要有參賽地點啦。參賽地點以我所知係選咗合和商場中庭喎。咁點解會選呢個地點去舉辦呢個盛事呢？今次咧就選咗喺灣仔合和中心嘅商場3樓中庭。咁點解會揀呢個地方呢？因為即係上次就都雖然地方大，但係都比較多人，比較逼啦。咁今次咧揀一個大啲，可以安全咁擺到700幾件作品嘅。第二呢，佢嗰度呢就樓底夠高，光線又好。咁咧就變咗就展示個效果咪會理想啲啦，咁又唔使話即係咁逼啦咁樣。咁位置咧就亦都係即係最方便㗎啦，即係可以咁講。好近灣仔站啦，附近又多嘢食，咁咪好容易就嚟到嘅，咁唔會太難。合和中心
好多人都識啦，香港圓揼揼嗰棟啊嘛，咁就好容易揾到嘅一個地標，咁啊變咗就即係唔會話好難揾咯。哇！呢個模型比賽不單係一個模型嘅盛事，簡直係旅遊業嘅盛事啊！地點又好，又好嘢食，又有得玩，係咪？即係香港，真係多謝你哋引進呢個經濟嘅蓬勃啦。咁啊，最後last but not the least 一條問題啦。咁最後有咩同啲參賽者講啦？咁咧，其實3月1號已經開始報名㗎啦。咁大家可以依家即刻去填下表啊，咁先去到8月16號咧就會截止㗎啦。咁今次有9大組別，再加新3個組別，實有一款啱你哋玩嘅。咁真係希望大家都唔好怕醜啦，唔好話成日覺得自己砌嘅嘢，我嗰啲唔靚嘅，人哋嗰啲先靚，唔好諗呢樣嘢啦。試下大家一齊玩下先，咁話唔定原來你自己都唔係好差嘅啫，咁試下啦。再第日慢慢先，再可以帶埋個作品出去旅遊，又可以比賽。咁人頭試下啦，玩下先啦，因為我都係咁樣玩起嘅，挑戰自己啦。大家真係唔好收埋自己啦嚇。咁懷念有個咁樣嘅活動，趁而家疫後真係可以玩多啲啦。咁另外咧，我都想強調一樣嘢嘅，咁就係咧，大家去製作你嘅比賽作品嘅時候咧，其實最緊要係留意翻嗰個尺寸，因為咧你知道啦，香港始終場地有限啦，咁所以如果因為我哋今年已經confirm 咗就係如果你超過咗個尺寸咧，其實我哋一定係會 DQ 噶啦，即係你係冇辦法展示你嘅作品出去俾人睇嘅，咁所以咧麻煩大家最緊要留意翻個尺寸啦。同埋另一樣最緊要嘅嘢咧，就係大家如果你唔係嚟參賽，或者你參賽又好，嚟參觀又好，大家都要好愛惜每一件作品，因為每一件作品都係每一個模型人嘅心血結晶嚟嘅。大家可能整咗1年、2年，甚至我啲朋友係會3年做一件作品嘅。咁如果你隨便咁去破壞咗，或者唔小心啦，唔好話專登，唔小心破壞咗咧，都會係令到人哋好痛心。所以大家互相尊重。有小朋友嘅就留意下，照顧好小朋友，就千祈唔好掂到任何嘅作品。有呢個啦。咁仲有冇咩補充咧？今年真係好難得，請到阿環三文老師嚟香港做呢個 Mark K 嗰個嘉賓評審。我哋之前都有搞過呢個 Mark K 嘅模型聚會嘅。咁我喺度呼籲翻 Mark K 嘅發燒友踴躍參加今次個比賽。踴躍參加，冇錯，同埋可以見到阿環三文老師今次個比賽係好值得嚟嘅。最緊要係環三文老師親自去評你嗰件嘢。係咯，真係呢個機會難逢啊！嗱，唔係唔嚟啊嘛。今日真係好多謝香港模型隊同埋 IPMS 香港兩個組織嘅成員嚟。即係令到我哋學步前後即係面子貼金啊，好光榮啊！多謝你哋啊！下次再同大家見面啦，記得 like share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下次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好，拜拜。拜拜。